再來看這中華的埤頭呢，頂日是發生這狗仔共虐佮共咬着傷的案件。這是一個76歲阿嬤，伊身軀頂有超過200個空喙，到呾人是猶閣咧大院。警方調查發現，講這隻甲人咬的狗仔呢，若像就是附近的家條所飼的。即馬專案是照過失傷害罪嫌，函送中華地檢署偵辦。護理師甲醫師斟酌咧替病人檢查清理空喙。中華埤頭進前發生一位76歲姓陳的阿嬤，互狗仔虐佮咬着傷的事件，規身軀超過200個空喙，傷勢嚴重，目前已經進行4階清創手術，人也佫需要繼續住院治療。空喙內底是無佫看到有人啊啦，不過就是因為伊本來一開始空喙就深啊，迄有誒沙啊、垃圾物件攏掉咧，要挖骨頭誒所在啊。伊安尼要到200外個空喙吼，差不多10外個空喙，目前還佫咧發放啊。這個空喙就是洗洗清清誒，安尼，若真正較好時陣，才會法度甲填起來。經過警方調查，調閱相關監視器，這3隻咬人的狗仔，那像是附近飼雞場飼的。除了阿嬤騎鐵馬互狗仔攻擊，嘛有一位騎機車的少年仔，互這3隻狗仔咬着傷。這2位受害者甲家屬已經完成筆錄，專案依照過失傷害罪嫌偵辦。有關本轄婦人遭狗咬傷一案，經本分局調查完畢，全案依過失傷害罪嫌，函送台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偵辦。警方呼籲民眾若飼狗仔，一定愛確實看守啊，避免發生狗仔虐人、咬人的意外。若因為管理有過失造成傷害，除了會有民事賠償，嘛可能會涉及刑事責任。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。